好，歡迎大家嚟到合夥人簡介會啊！咁今日咧就會介紹一個 AR 嘅服務啦，同埋一個產品嘅項目咧，俾翻你哋去參考啊！到時會唔會攞嚟創業或者去做你將來嘅發展咧？好，先睇翻香港版權法聲明，咁留意翻啦咁一切嘅內容咧都係由翻我哋本公司 Finbeer 嗰度去擁有嘅咁所以要留意翻，唔可以錄製啦，唔可以改編啦。好啦，大家都睇到呢一啲左邊咧一啲紅色同埋藍色嘅 poster 啦，咁同埋右邊嗰兩條影片啦，咁視頻，咁見到之後咧就嚟到呢度聽我哋Finbeer 呢一個項目咧嘅一個簡介會。咁我哋睇一睇咧最右邊嗰條片，究竟講啲咩嘅咧？2025最賺錢嘅創業風口，用遊戲化運動收割萬億市場。有興趣賺取豐厚利潤人士，均可以成為我哋嘅合夥人。6大市場幫助你獲得100萬年薪。我哋有 AI 人工、AR 虛擬活動服務及產品銷售，係未來嘅趨勢行業。零加盟冇眼科，無論係產品定係服務都超高利潤。我哋有資料庫、平台系統，仲有專業嘅培訓，全面支援你。現在場地已遍佈香港、中國內地、台灣，深耕多年，歡迎你哋加入我哋。好啦，片睇完啦咁其實我哋係招募緊合夥人啦，咁同埋想透過 AR 呢一個虛擬嘅設備產品咧，咁去提供俾合夥人去銷售啊、做服務啊，同埋做一啲商業相關嘅一啲場地都會有嘅咁究竟你望下右邊咁你哋係唔係年滿18歲啊？咁同埋有以下一啲相關嘅一啲角色嘅經驗咧？咁無論你係教學啦、社工啦，甚至乎你係運動俱樂部啦、廣告公司啦，同埋一啲產品嘅供應商、體驗館、party room、電競各方面或者一啲係企業培訓同埋活動策劃咧，都非常之適合你哋因為佢裡面咧就可以獲取到高服務嘅收益啦，同埋一啲產品相關嘅收益。對你嚟講，左上角望到如果你係想創業，你哋係想全職去做呢件事覺得好有興趣去做，或者副業，甚至乎想開店，同埋或者投身去唔同嘅行業，我哋關於遊戲化運動嘅呢個行業咧，咁我哋都歡迎你。好啦，咁我哋公司咧就想同3種嘅類別嘅合夥人一齊去共事嘅，咁包括第一類啦，就係流量嘅同埋銷售嘅合夥人啦。咁你希望可以透過佢哋啦，做到客戶嘅引流啦，同埋銷售啦。即係如果佢哋有自己嘅客戶群，咁亦都可以喺裏面咧進行銷售。咁第二類啦，就係活動合夥人，咁好有趣嘅第二類嘅活動合夥人咧，咁其實佢係屬於去教學啦，去籌備活動啦，咁一定要有相應對呢個產品一啲心得嘅咁所以其實第二類嘅活動合夥人咧，我哋都制定咗一啲課程咧，到時俾翻你哋去上嘅咁到時可以順利去完成到咧，咁就會有足夠嘅能力咧去做到活動同埋策劃所有嘅一啲發展都可以嘅。咁第三類咧就係場地合夥人啦。場地合夥人咧固然之就係佢本身都有一定嘅地方啦同埋場地啦，去發展一個 AR 嘅一個遊戲化嘅運動項目。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就會圍繞住呢5樣嘢啦去做講解，即係講下我哋公司啦，咁同埋又講下呢一個我哋叫火紅我哋叫火紅 Finbeer 呢個 AR 項目咧，究竟個潛力有幾大嘅咁第三咧就係究竟有啲咩賣喺火紅Finbeer 呢個產品裏面有啲咩例子可以點樣買，有咩收入相關嘅。咁第四咧就係有咩服務啦，服務上高嘅收入啦，例子相關啦。咁同埋第五咧就係咁我哋公司有啲咩支援，同埋可以同你哋一齊共事啊。好啦，關於我哋，咁我哋公司咧其實最主要係科技公司嚟嘅咁佢係 AI 同埋 AR 擴增實體啦，係一啲遊戲同埋運動元素咧去做主要嘅一個項目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嘅產品咧就十分之適合咧兒童啦同埋青少年啦，喺玩沉浸式同埋玩一啲手機上高嘅一啲遊戲嘅體驗咧，而轉化為運動項目嘅。
咁所以我哋嘅使命咧叫做 MGE 啊，MGE 係咩意思咧？就係 Mobile Game to Exercise 嚇，即係想將一個手機嘅遊戲變成運動化嚇。咁我哋就係呢一間公司嘅主要嘅宗旨啦，同埋理念啦。咁希望可以透過 MGE 咧，讓孩子咧喺裏面激發到運動潛能啊，培養佢運動嘅正面一啲元素啦，達至健康嘅運動習慣。好啦，咁啊事不宜遲啦，咁我哋一齊睇下咧，火紅 Theme Beer 啊，即係見到右下角嗰個 logo 咧，究竟呢一個項目係乜嘢嚟嘅咧？嚇，咁大家可以慢慢望呢條片，咁就會知道呢個項目咧大概係點樣噶啦。佢有一定嘅場地啦，準備。好啦，咁睇完啦，咁第一次嘅印象就好明顯啊！哇，呢個遊戲都幾犀利嘅喎，可以喺一個場區裏面不停咁樣發一啲火嘅球啊，同埋紅色嘅光波咧，就係一個團體上高嘅一個AR 嘅運動項目啊！我哋叫 Theme Beer 火紅啊！咁你哋見到啦，呢啲都係我哋一連串喺香港區、喺台灣同埋喺國內咧去做嘅一啲活動啦，同埋一啲推廣啦，咁令到呢一個產品咧正式喺25年咧可以落地嘅。咁所以都希望可以同你哋合作啦。呢一個虛擬嘅運動，同埋一個用手機嘅版本去安裝嘅一個運動，同埋見到兒童青少年都非常之愛玩嘅一個項目，咁究竟可以有啲咩產品啊，或者一啲咩潛力喺背後咧？好啦，咁 Theme Beer 火紅咧就我哋公司都做過一大輪嘅一啲 reference 嘅嚇，咁令到我哋嘅合夥人啦都有一啲 reference 咧可以支援到你哋去出面去營運呢件事嘅嚇。我哋睇一睇國內我哋嚟緊會開拓好大型嘅國內嘅市場嘅。可以睇一睇條片關於用 AI 嚟玩轉科技節，睇睇。開始啦，喂！又嚟啦，好力十足啊！你決定。當你玩熟咗咧，可以加埋你嘅腳步喎，踎低起身啊！6個同學仔，3人一組，分成2隊進行躲避球比賽。但點解場上冇球嘅呢？原來係通過佢哋戴住嘅眼鏡，利用 AI 技術。左右手操控喺屏幕上向對方發射出虛擬嘅球，仲可以製造出盾牌嚟防禦。呢個充滿科技感嘅組隊遊戲，令啲同學仔大呼過癮。今日係第一次玩，係感覺點樣咧？感覺好刺激咯，個比分係咯，好似頭先嗰條片去展示相關啦，你會見到呢個產品咧已經開始推入喺大灣區國內嘅市場㗎啦，咁其實個潛力都好大啦。無論香港區嘅合夥人嘅你哋啦，或者係國內啦，咁我哋都歡迎咧同我哋一齊合作嘅。好啦，咁我哋推行有啲咩產品啊？其實我哋嘅產品咧喺25年咧即將推出嘅亦都有好多。咁嚟緊已經有嘅一啲產品咧，都有一定嘅產品咧，可以俾到相應嘅合夥人咧，去一齊去做銷售。咁包括就係我哋嘅綠色字嘅一啲位置嘅一啲產品啦，咁叫做家居版嘅盒裝，咁專係貨翻屋企嘅一啲客戶去玩火紅 Theme Beer 呢一個 AR 遊戲嘅。咁而第二啦，就係場地嘅版本啦。咁陣間我會介紹下，咁場地究竟要幾大啊？要幾多？大概幾多人去玩啊？咁場地一啲版本就放翻一啲場地地區去安裝軟件啦，同埋設備啦，咁而去營運佢嘅商業嘅。咁第三咧就係見到左下角就係體驗活動啦，就係講緊服務啊，即係你個服務相關咧究竟可以點樣用 Theme Beer 一個服務去提供俾市場咧？咁佢可以做流動嘅服務嘅。
咁亦都可以做固定嘅服務嚇。咁陣間我會再詳細去講解。咁當然嚟緊我哋產品不停咁出啦嚇，咁亦都有好多唔同類型白色嗰啲上面就係產品類別，咁包括一啲攤位版嘅一啲套裝啦、card game 啦嚇，一啲machine 啦，同埋一啲用品啦，即係一啲相應嘅一啲印刷嘅產品啦。咁下面亦都有一啲相應嘅服務啦嚇。咁你見到培訓、證書、賽事同埋一啲 IP 聯營咧，我哋都會做嘅。咁究竟FinB 呢個又好似電競，又好似運動嘅一個項目，究竟佢市場有幾大啊？咁你會見到啦，哇，好龐大。其實我哋香港依家都計算喺中國裏面。咁中國搞電競嘅行業咧，其實好誇張。咁個市值咧就呢個賽道嘅收益咧，可以達到6000億以上。咁你亦都見到香港啦，香港其實右邊嗰度啦，其實香港我哋都主要叫合夥人咧推行6個板塊，即係包括娛樂啦、企業啦、教育啦、文旅啦、電競啦同埋政府。咁呢啲都係需要咧，我哋提供到服務同埋提供到產品同埋軟件支援翻佢哋咧，去營運佢哋嘅商業嘅。咁當然有唔同類型啦，好似我哋香港文化好常見嘅一啲 party room 都要裝機啦。同埋一啲企業嘅休閒空間啊、企業培訓啊、同埋一啲教育啊、學校啊，咁同埋文旅例如我哋啟德啦，咁同埋電競相關嘅一啲主題嘅樂園啦，咁同埋政府轄下嘅一啲資助咧，都會去購買我哋嘅服務嘅。咁錢喺邊度嚟啊？錢就犀利啦，喺學校裏面咧，就其實香港話多唔多話少唔少都有1000間中小學。咁佢哋都會用佢哋嘅資助啦，例如好似最近香港一啲運動嘅資助啦，叫做 MVP 60啦，咁每間學校有15萬去額外去買一啲運動嘅項目啦，咁亦都有 OLE 啦，咁一啲叫其他學習經歷啊，即係俾佢學習啊，以書本以外嘅一啲學習，咁同埋有好多啦，包括優質教育基金啊、SAM 啊。加埋體育組同埋一啲精神健康咧，我哋嘅產品咧都可以融入落去呢啲計劃同埋 funding 裏面，去同學校去經營、去做生意同埋合作嘅。咁亦都有其他嘅錢嘅來源啦，錢嘅來源例如一啲 NGO 啦，一啲賽馬會撥款嘅一啲 NGO 咧，咁佢有因為有賽馬會啊，同埋有佢自己個工會、自己嗰個 NGO 背後嗰個組織咧，咁佢一啲有慈善嘅錢，令到佢可以提供俾青少年同兒童做服務。甚至乎佢個 NGO 裡面嘅場地咧，亦都可以建立成為一啲電競場區，或者一啲運動場區，俾佢玩下啲虛擬同埋未來嘅一啲運動項目都可以嘅。咁當然佢有大量嘅一啲賽馬會同埋佢個堂去資助一筆錢出嚟去營運啦。咁亦都有企業，企業都好犀利，即係其實有好多企業咧。包括長實啊、一啲商場啊、一啲潮流嘅一啲位置啊，其實都好多已經建立咗一啲主題樂園同埋一啲機動遊戲嘅地區，咁佢哋都係發展空間十分之大。只要合夥人嘅你哋咧，同嗰度唔同類型嘅一啲商家有聯繫咧，我哋都歡迎同你哋合作嘅。亦都有政府機構啦，咁如果合夥人都係識一啲唔同類型政府機構，好似香港區有18區嘅政府機構啦，有民政事務處啦，同埋佢有當地嘅一啲康文署同埋一啲區議會嘅組織咧，都會搞好多康體同埋科技運動裏邊。咁我哋嘅產品咧就十分之適合喺運動康體同埋係科技類型嘅裏邊啦。咁 FinB 係乜嘢產品嚟㗎？咁我希望大家可以細心啲去了解下我哋公司嘅產品，等你將來令到你可以多一個工具、多一個產品，去令到你公司合夥人嘅公司同埋自己嘅利潤可以增加到。咁包括就係火紅 FinB 嘅右下角見到就係家居版啊，家居版換言之呢一個產品咧可以一盒盒咁樣買入去家居嘅。咁而屋企裏面咧，亦都可以玩到
即係小朋友、兒童同埋青少年咧，都可以屋企1打1咁去進行活動，咁亦都可以同佢屋企人一齊玩啦，有個親子，甚至乎可能佢係兄弟姊妹可以1打1去玩一個項目都得嘅。咁唔係好貴嘅啫嚇，我哋 under 1000蚊來一盒咧，就可以令到佢喺屋企就玩到呢個遊戲。咁而呢個盒裝啦，除之外咧，亦都有攤位版同埋場地版。咁我先講攤位版先啦。攤位版咧，咁其實市面上都有好多推廣公司啊、活動策劃公司啊，咁都會希望咧，或者學校啦，都希望用攤位嘅形式咧去展示虛擬嘅項目。咁我哋公司咧就出咗一個虛擬 Theme Beer 啦嘅一個攤位版嘅嚇。咁你見到個尺寸咧有一訂購咧就2款嘅尺寸嘅。包括就係4米5啦，同埋3米嘅場地咁變成一個好靚仔嘅一個設計咗嘅 Theme Beer 嘅一個攤位用架。咁同時間啦，你見到其實我哋嘅產品咧最主要係個結構係點樣形成嘅咧？咁喺呢版你會見到啦咁包括有VR 眼罩啦，第一個行列嘅 VR 眼罩啦呢個位置啦。咁亦都有個 keyboard 啦keyboard 係播翻佢撳掣發球發炮好似頭先你見到一個虛擬嘅畫面咧嘅一個電子產品啦。咁亦都有相關嘅一個 iPhone 啦咁依家我哋嘅軟件咧係支援到 iPhone 全部 iPhone 嘅安裝嘅咁令到有 iPhone 嘅人咧都可以享用到我哋嘅虛擬嘅運動項目。咁將來會再繼續發展啦，睇下會唔會通用到其他嘅，例如安卓啲機，我哋都希望做到嘅咁大家 iPhone 個市場都好大啦，咁大家都可以先做 iPhone 市場嘅客戶群。好啦，見到啦呢啲啦即係買通常呢類別嘅攤位版本咧，我哋都係買俾B 端嘅客戶，即係一啲商業嘅客戶或者學校同埋一啲 NGO 都會嘅。咁亦都有背景板啦，你見到個場區裏面有背景板啦、場地啦同埋一啲VR 嘅設備啦。其實基本上咧呢一個第一個 version 個版本嚟1打1咧，其實佢最主要有2個眼罩啫，因為1打1啊嘛咁每邊一個咪2個眼罩咯，咁2部電話啦，同埋2個掣啦，咁樣去營運。咁我哋會有個控制台裝 Apps 嘅，咁所以有部 iPad 啦，其實電話都得嘅咁即係其實佢只要係蘋果嘅電話或者 iPad 咧，咁都可以裝到個控制台。咁令到即係喺負責呢一個攤位嘅導師啦，或者老師啦，或者教練咧，咁佢拎住部電話或者 iPad 咧 ，iPhone 或者 iPad 咧，咁佢都可以控制到成件事嘅非常之容易操作。咁而2打2啦，2打2嘅版本咧就會大啲啦，4.5米，咁所有嘢都 double 咗除咗個控制台嗰部機，咁其他嘢啲電話眼罩同埋個掣位咧一定 double 咗。咁呢個就係 VR 沉浸式。咁其實我哋公司亦都有產品啦，就係呢一類別。呢一類別咧就冇咗 VR 就咁攞住部手機咧就入去個場區裏面進行活動噶啦。咁呢一個版本都有咁我哋叫手持版呢個版本。好啦，咁跳到嚟第3樣啦。頭先講咗家居嘅版本啦，亦都有攤位版本。其實我哋最主打咧都係場地嘅版本。場地嘅版本就會多人玩好多咁你家居版咧就1打1啫嘛。咁而攤位版咧，咁你見到1打1同2打2係最盡噶啦。咁我哋去到場地版咧，起跳咧就係由2打2開始嘅AR 呢個位咧2打2 ，AR 3打3 ，AR 4打4同埋 AR 5打5。咁你換言之，見到個場地都唔同尺寸嘅，4.5米、6米、7.5米同埋9米。咁我哋有四款咧俾客戶去選購啦咁無論個場地設備，咁人數就越嚟越多噶啦2打2即係代表有4個人落場啦，3打3就6個人啦，8個人啦。咁其實我哋嘅產品最盡咧係10個人落場，5打5咁設備類型咧都按翻佢嘅人數需求咧而去制定嘅。咁但係你見到呢度咧好得意，多咗個 I 嘅 ，I 係咩嚟嘅咧 ？I 就係我哋都係用翻個手機咧向住個牆做拍攝，呢隻 I 就係咁嘅功能，做拍攝用嘅。咁你就會拍到佢 AR 虛擬嘅效果，就好似頭先睇嗰條片咧嘅一啲虛擬嘅畫面咧出到嚟控制台 I，咁其餘都係玩家相關嘅設備個組合就係咁樣做。
咁所以我哋有2打2至到5打5 4個版本，係專貨場地。我哋歡迎場地嘅合夥人同我哋一齊合作啦。只要你有呢一個 size 嘅場地，或者最大呢個 size 嘅場地咧，我哋都歡迎同你合作，令到你可以擁有咗 Finbeer 火紅嘅呢一個服務同埋呢一個產品嘅銷售，做埋展廳都仲可以嘅嚇。咁其他嘅合夥人啊，或者其他嘅一啲活動服務嘅合夥人啊，我哋都歡迎你攞住我哋嘅流動版咧，去進行你嘅服務同埋銷售嘅。咁 Finbeer 火紅咧嘅場地嘅設置就係咁樣噶啦。基本玩咧就一定要有場地空間。頭先講過4.5米啦嚇，咁之後亦都有個環嘅 backdrop 啦，棟喺度就一個正式嘅場區出現咗。咁亦都有個電視啦嚇，有個鏡頭啦。頭先話有個 i 嗰部手機咧就擺喺度嚇，咁啊拍攝到呢度玩緊嘅人咧所有嘅虛擬嘅效果啦。咁所以我哋要喺個場地裏面咧有一定嘅場地嘅器材啦，同埋技術嘅支援嘅。1至到9號咧都係我哋預設咗會有呢啲設備，咁佢玩火紅咧就會好順暢啦。背景板就係呢個，咁上網速度啦100 M 唔係多嚇，咁其實好多地方都有。咁而個 WiFi 咧就最好係獨立去支援翻成個場區咧，咁個穩定性會更高。音響啦嚇，因為佢視覺效果、聲嘅效果同埋動感咧都有晒嘅一個Finbeer AR 嘅項目啦。大屏幕啦，大屏幕展示翻個 AR 效果啦，腳架啦，即係擺翻個 i 部手機嘅腳架啦。咁電話啦，電話係個拍攝就喺呢度啦，都係。咁同埋眼罩啦，眼罩就頭先佩戴咗眼罩同埋啲手機啊，同埋按鈕就喺度啦嚇。好，咁呢個基本嘅場地配置。咁其實所有合夥人都要認知啦，就其實好多場區好多地點咧都可以將火紅咧融入落去嘅，將呢個 Finbeer AR 嘅項目咧融入去。咁以上呢8個咧都係好經常我哋會執行啦，同埋見到賣服務賣產品俾佢哋嘅。咁亦都有一啲社區公園啦、遊樂廳啦，即係好似啲 party room 啊嗰啲類別啦。咁亦都有商場啦，都係一啲好 hit 去做到呢個活動，同埋去建構到設備嘅一個地方。好啦，咁我哋合夥人咧就希望大家可以做到咧好嘅銷售啦。咁所以我哋合夥人裏面咧就會提供咗個家居版，頭先講嘅家居版咧，去俾你哋攞出去售賣，咁其實依家我哋定價咧就定 under 1000蚊內嚇，咁你見到個基本零售售價。咁如果幫到手去做銷售，成功到做到呢單交易咧，其實可以分到30%嘅一個利潤喺裏面嚇。咁其餘嘅嘢就我哋去準備啦，例如送貨啊，例如將個產品點樣送到個客手裏面啊，咁裏面個產品裏面嘅說明書啊，產品嘅內容啊，咁一應咧就喺晒個盒度咧一次過去打包俾個客戶嘅嚇。咁而相關嘅銷售嘅合夥人咧就好簡單，就係將個客引流嚟到，咁佢買完成交咗咧，咁我哋會將個產品咧就送去佢屋企，就係咁簡單嘅。咁我哋亦都有見到藍色位置啦，咁我哋嘅合夥人首先嚟到我哋嘅平台註冊咗先啦，咁之後再我哋將平台嘅素材交俾你啦，去做你嘅 sell kit 銷售文件，咁之後達至你哋去成交咗，咁亦都我哋平台會自動化去出產品，最後咧就自動化同你結算分成咧就打帳落去個戶口度俾你噶啦。咁當然場地嘅合夥人咧，我哋會更加好嘅優待，因為佢哋有場地、有展廳，可以有客戶親自上到門咧去睇到件產品咧，咁佢哋嘅說服力同信度咧更加大咧，咁我哋分成會分得更多。咁呢度就係個基本買呢個家居版嘅一個收入嘅參考啦。咁我哋無論去銷售喺香港啦，或者國內都得嘅即係我哋有倉喺國內啦，同埋喺香港啦，都可以進行銷售嘅。咁裡面呢個盒裡面就唔包手機噶啦咁 iPhone Apple 嗰啲咧就相應嘅客戶咧，咁佢哋有咧，咁佢自己買一盒翻去咧就可以玩噶啦裝翻自己部手機放落去。
好啦，咁第二咧就係合夥人嘅銷售攤位啦同收入啦。咁你見到，哇咁呢啲我哋叫做固定嘅長區銷售咁即係只要佢有固定使用呢一個產品咧，咁我哋都會賣俾佢無論商業，無論係NGO， 無論係學校咧，我哋都有一個價單咧去賣俾佢哋，佢哋只要固定，因為我哋套機咧係 check 到佢個地點咧係咪固定使用嘅咁佢唔可以攞去其他地方周圍流動使用嘅，只可以買嘅時候咧固定咗個場區，我哋就只可以嗰個場區度使用嘅啫咁我哋系統係偵測到嘅咁你到時呢度設備啦，咁無論銷售啦，同埋場地嘅合夥人啦，都要留意啦咁我哋買緊咧一個1打1嘅 set 咧就係12,800啦咁之後亦都有30%嘅利潤咧可以分到出嚟，2打2都就會貴啲啦，就15,000到2萬咁亦都有30%咧嘅費用咧可以分到出嚟如果去到整個流程，好似頭先所講啦，亦都公司有一定註冊。去到素材庫，去到自己交易或者平台交易，咁亦都有專人咧同你送貨同埋安裝因為呢嚿嘢咧會有安裝嘅，咁所以送貨嗰度咧我哋會派埋人去同佢安裝同埋教學咁非常方便啦咁大家唔使跟咧就主力去做好個銷售就可以啦。咁最後又係結分成同埋結成即係結餘會俾翻大家啦。咁下面係咩嚟嘅咧？咁可以將個客戶咧交俾我哋銷售部處理都得嘅即係我哋一陣間會有個電話 number 你抄低啦電話 number 抄低，咁之後直接將呢個客咧交俾我哋銷售部咧，咁我哋銷售部同事就會記錄低你一個客嘅資料啦，咁記錄完之後咧個客就係屬於你噶啦咁我哋個客屬於你咧，咁我哋銷售嘅同事幫手跟進咧，直至呢張單真實成交到咧，咁我哋都會同你有個分成嘅，但會分得少啲。點解咧？因為個客交咗俾我哋處理啊嘛，咁我哋嗰邊用咗人力資源啦，同埋用咗我哋有經驗嘅銷售咁所以我哋就會分咗15%嘅銷售嘅佣金咁會由翻公司去攞翻，咁你哋又會分到15%嘅。咁你話唔係喎，我自己銷售唔得，咁當然得啦咁個銷售由你一手到最尾個客都係你湊出嚟而去成功銷售到咧，咁個客個所有嘅佣金都係你嘅30%。去到場地啦，頭先講過2打2、3打3、4打4、5打5，哇，最多10個人玩。咁我哋最多10個人玩咧，拉繩連埋基本嘅安裝設備咧，都係講緊5萬蚊內嘅啫，5萬蚊內。咁但係唔包手機嘅咁即係以上呢4個套裝咧，咁我哋都唔會包手機俾客戶。咁客戶咧可以自行去購買手機啦、iPhone 啦，或者佢學校或者機構裏面本身就有 iPhone 嘅，咁佢裝翻自己手機就玩到噶啦。咁你見到個2萬幾啦、3萬幾啦、4萬幾，去到差唔多5萬度咧。咁呢個就係我哋set 出嚟2打2至5打5嘅基本價單。咁裏面都係講緊嘅係30%我哋個標準嘅分成。都唔使理嘅，即係去到藍色位置咧，去到第4行咧，就都係由我哋公司去派人去安裝，去教埋佢點樣用咁最後直接成功交易到咧，咁我哋會將個利潤打去你哋嗰度即係咁處理咁當然要同我哋公司做交接啦，同埋我哋要即係簽一個合作協議啦咁亦都承認咗你哋係合夥人嘅角色啦，咁我哋就好放心就將個產品咧俾你攞去銷售，咁亦都我哋公司有一定嘅素材庫俾你去做 sell kit 啦，咁容易啲去處理咁如果你話我自己口才唔係幾好嘅咁或者爭少少好難去做到成交，咁唔緊要，你交俾我哋銷售部咧，都可以幫你解決到，咁但係個分成就會少咗啦，變咗15%，都係會直接成交咗咧，咁就會過賬噶啦。咁啲場地合夥人咁其實我哋都想接觸多啲有場地嘅一啲老闆一啲商界人士甚至乎一啲你哋你哋都有自己嘅場地嘅一啲老闆啦咁其實基本你有個3米乘4.5米嘅空間咧，咁我覺得可以多元化多用啦，即係你本身可能呢個場地都跳舞或者瑜伽其他一啲活動空間咁其實我覺得可以共用嘅。即係可以共用嘅，只要你做到呢個場地咁掛到咧，2條背景板就得㗎啦。
即係見到左邊藍色同埋紅色咧，掛到兩條背景板，到時我哋會幫你裝嵌，例如用一個捲膜啦，捲落嚟又得或者砌個架又得或者去黐落牆身度做牆紙又得，一啲方式咧令到佢變成場地合夥人咧一啲背景板嘅一啲工具咁做到靚仔咧，咁我哋就會同你哋合作啦，簽文件啦，咁到時你就可以喺個場地度做服務做銷售咁賺取你哋嘅收益㗎啦。咁同埋我講多次啦，咁其實場地嘅合夥人咧就會更加強啦，咁佢個銷售嗰個完成度、成交度咧，咁會有40% 嘅一個利潤喺裏面嘅。好啦，咁下面就係一啲模式啦。咁我哋會有個服務嘅，即係如果你透過電話啱啱講啦，即係你好有興趣做我哋合夥人亦都好想知道點樣銷售，咁我哋歡迎你揾我哋啦，639333218呢一個電話 WhatsApp 我哋啦，咁等我哋咧派專人咧同你去溝通，究竟你係想做銷售究竟你係想搞活動定係想喺場地裏面建立？場地嗰啲我哋會落埋嚟睇場嘅咁到時有一個溝通，咁之後點樣可以將嗰個產品咧落地去做成呢個合作咁大家可以喺到時場地嘅時候咧，咁會傾到一啲服務產品銷售同埋點樣去建立租場點樣去租個場出去同埋租設備出去咧去賺錢嘅。好啦，咁服務有啲乜嘢咁服務咧，我哋依家推緊咧，大多數叫做活動合夥人咁即係其實我哋希望咧合夥人咧都會有一個資歷，咧係做到活動同服務因為活動同服務咧唔係你話過去 sell 幾 sell 攞翻嚟咁你就識做咁始終要去學習啦，去學習點樣去安排活動嘅流程啦，設備究竟點 set up 啦咁同埋成個對住唔同對象究竟係點處理啦，咁所以我哋就會收一啲學校非牟利機構同埋坊間一啲商業機構咧，咁我哋會有一啲服務嘅一啲 package 嘅咁我哋建議咧就例如2打2模式嘅火紅 Free Beer 呢個項目咧，咁其實收佢一個半小時咧，咁我哋基本收費都要去到5000㗎咁如果你初期話喂我哋唔投資套機去做服務咁可以同我哋夾嘅，即係我哋出機，你哋出人都得咁即係其實租用套機咧出去做服務，咁其實個收益都會有咁到時可以教你點樣計個收益啦，同埋點樣做啦咁同埋我哋夾時間，你究竟個活動係幾時啦，咁我哋會記錄晒，咁到時個客就係你㗎啦。所以合夥人就都係一樣啦，活動合夥人就係首先註冊成為活動合夥人啦，咁之後再喺素材庫攞資料去銷售個服務啦。咁而喺個可以喺你公司自己出單俾佢得，或者我哋公司咧傾又得，咁做成一個成交啦。咁最後就係向公司租用用具啦，同埋委派人去營運啦。咁就係咁樣處理。咁最後就結算分成。咁呢度都可以簽訂呢個活動合夥人咧。咁我哋將來就有一個活動服務賣出去嘅一個機會咧，咁就會賺取到收益㗎啦。咁我哋合夥人咧就客戶群體好大，即係其實講緊娛樂一啲 party room 一啲主題樂園企業一啲企業培訓一啲員工培訓咁教育就一啲中小學好興嘅一啲體育科興趣班大學電競隊同埋一啲訓練關於 SAM 相關嗰啲都好多可以喺教育度層面出現啦，文旅啦例如香港一啲智慧公園啦，例如可以啟德啦咁同埋一啲相應唔同區別嘅啲公園都搞嘅一啲科技運動嘅項目啦咁亦都有青少年嘅運動推廣項目啦，啲文旅嘅需求啦，咁同埋一啲電競啦電競咁運動戰隊電競戰隊咁嗰啲其實都大把市場可以去處理嘅。政府亦都好推動運動相關同埋對青少年同兒童相關有幫助嘅一啲項目啦。好啦，咁我哋咧就真係有自己都有一個教導去執行做活動導師嘅執行做活動導師亦都有一個級別嘅框架。咁其實最主要咧學第一級，即係你要做到第一級咧，
營業嘅活動導師，點樣去開檔，點樣去做個活動嘅，成為一個教學嘅工作者。咁呢個我哋就會授權佢可以銷售啦，同埋可以做到服務嘅一個借機啦嘅功能。即係佢完成咗，咁我哋就會授一個權俾佢，亦都佢攞住張證書出市面咧，其他機構一問咧，其實就貨翻我哋個產品嘅專業嘅。咁如此類推啦，升到第2級、第3級、第4級、第5級咧，當然一路發展落去，同我哋公司夾咧都有唔同級別去考取同升級，令到個授權個權限咧就一步一步可以放大。市場越嚟越大咧，你哋級數越嚟越高咧，咁你哋賺取嘅收入自然就越嚟越多噶啦。咁包括有唔同嘅俾學生考核嘅一啲體系啦。好啦，如果你哋都係感興趣咧，其實唔好猶豫啦，唔好猶豫啦。我哋今日去講呢一場show 俾你聽咧，講呢一個項目俾你聽咧，都希望你可以成為我哋銷售嘅合夥人。如果你一定好強大嘅網絡咧，唔好諗即刻俾個電話我哋，我哋就 send 條 link 俾你同埋 send 個表格俾你，即刻註冊成為我哋嘅銷售合夥人。咁亦都可以做流量，即係如果你引流到咧，咁交俾我哋銷售部處理咧，咁都有分成喺裏面。我哋 WhatsApp 電話63933218咁隨時可以打過嚟同埋 WhatsApp 我哋，咁註冊成為一個唔使壓貨，唔使有好大嘅返到去要處理好多文件或者項目，因為我哋有晒 sell kit 啊嘛，咁亦都龐大嘅客戶係可能你有嘅，咁我哋歡迎同你一齊合作同埋加入去做個銷售，將個利潤咧一齊瓜分。咁去到上面活動導師，咁我哋其實都提供咗一個全面嘅課程啦，令到活動嘅合夥人咧可以做到服務賺到市場上嘅錢，因為每年都太多機構咧去接洽去同埋想去做好多服務同埋活動噶啦，咁而我哋嘅產品咧都好適合提供俾佢哋做項目之一。咁今日你能夠報到咧，我哋營運活動導師咧原價我哋係1800蚊嘅，咁今日你去掃呢個 QR code 揾到我哋咁而同佢講聲活動導師營運活動導師要申請，咁佢就會俾相應嘅資料嚟，幾多號上堂，點樣上咁大致上內容係點樣，咁呢個手機嘅客服咧就會回覆你噶啦，咁到時你即日註冊，咁我哋就以688蚊，仲要送多一個 VR 嘅眼罩，火紅專用嘅 VR 眼罩俾你哋，咁到時貨翻你哋自己去使用都可以，688，咁足足平咗一半以上。你今日去 WhatsApp 度同佢哋講留位俾個中英文全名佢，咁佢哋就會 send 相應嘅資料俾你噶啦，好嘛？咁歡迎大家咁 cap 圖同埋去掃一掃 QR code 留言揾一揾佢哋，話我有意成為銷售合夥人，我有意成為活動導師，咁都可以聯繫個 WhatsApp。好啦，咁呢啲咧都見到啦，係我哋公司喺營運上高咧提供俾你一啲資料庫嚟嘅，咁亦都有啲操作簡介搞活動嘅手冊啦，咁同埋一啲備搞比賽同埋一啲相應嘅一啲推廣教學嘅資料啦，同埋營運活動導師嘅課程資料咧都會俾晒你哋嘅，咁令到你哋輕輕鬆鬆咧攞住啲資料就可以做到銷售同埋對接市場。咁任何人見到你哋咧，就知道你哋都係 AR、VMB 項目嘅專家咯。咁我哋都有搞個生態平台啦，希望令到香港區、中國區或者其他國家咧嗰個持份者咧會越嚟越多，玩我哋嘅嘢咧，亦都越嚟越吸引。有晒資料，有晒平台俾佢哋營運嘅。好啦，呢個就係平台嘅一啲參考資料啦。呢度就係我哋基本聯繫嘅資料啦。我哋有一定嘅場地，咁亦都想再擴展，希望有場地嘅合夥人同我哋一齊聯繫同埋傾啦。咁亦都有好多地方可以做展廳啦。如果你銷售個過程裏面想同我哋一齊夾住銷售嘅，咁都可以用埋我哋嘅展廳，同埋用埋我哋客戶上高嘅展廳嘅。好啦，咁今日咧再次多謝咁多位啦。咁記得今日嘅講解咧，咁我哋已經講咗有一定嘅產品，例如家居板
攤位板同埋有場地板4個唔同嘅尺寸去做銷售，咁亦都可以將呢啲產品咧去轉化為服務，企業培訓、電競培訓、學校嘅一啲課程同埋班，同埋一啲體驗嘅活動咧，可以俾翻 NGO 等等。咁你見到之前究竟呢個項目有幾大潛力咧？就係睇下相應嘅錢喺邊度嚟。頭先都講咗6大板塊咁令到個錢咧就可以喺嗰度嚟。咁歡迎你哋先攞咗個專業先啦營運活動導師今日1800蚊，咁依家咧只要半價咧688咧，咁你聯繫我哋 WhatsApp 客服咧，咁佢即刻俾資料你去填寫咧，就成功登記，就半價，超過半價以上，仲送多你一個眼罩。OK，其餘話我都好有興趣，想攞咗個 sales kit 去做銷售喎，咁你都可以聯繫我哋客服咧，到時就會為你註冊成為銷售合夥人，同埋相應嘅流量合夥人咧，咁你就可以馬上註冊啦。咁亦都有第3類，就係如果你有場地空間嘅老闆，或者你哋係NGO 或者係其他地方有場地去做展示咧，咁都歡迎你哋去聯絡我哋成為我哋嘅場地合夥人。好，咁今日希望你哋咧無論創業嘅你哋，無論你係屬於電競行業嘅你哋，甚至乎你話我自己想搞副業甚至乎想全職投身咧，咁我哋歡迎你嘅加入，嚟上堂又得，或者直接做銷售又得咁唔阻大家啦。